離開珀斯伊利沙伯港碼頭，沿住天鵝河兩岸嘅豪宅美景，徐徐映入眼簾。經過1個鐘頭嘅航程，船隻駛入波濤洶湧嘅印度洋之後，完全係另外一番體驗。船身上下大幅擺動，搞到坐喺我前面嘅乘客嘔吐大作。好唔容易過咗半個鐘頭，終於抵達此行嘅目的地羅特尼斯島。羅特尼斯島距離珀斯市中心33公里，冬暖夏涼，海水溫暖，係珀斯市民放假嘅好去處。不過呢度最吸引我嘅呢，就係呢一隻島上獨有嘅物種——短尾矮袋鼠 Quokka。佢哋獨有嘅笑面吸引咗好多遊客專程嚟呢度揾佢哋。由於島上到處都有告示提醒遊客唔好餵飼同埋接觸短尾矮袋鼠，咁所以即使表現興奮嘅遊客呢，都會同佢哋保持距離㗎。不過如果阻住人哋做生意，就另作別論啦。羅特尼斯島面積有19平方公里，即係大約有7.7個長洲咁大。好多遊客都會喺度買飛坐呢度嘅觀光巴士，或者租單車遊覽。島上有幾個白色嘅湖泊，佔去全島面積嘅1/10左右。呢一啲結晶體咧，我試過咧係有啲鹹味嘅，咁所以啲係鹽嚟嘅。咁即係呢一度咧係一個鹽湖嚟嘅。根據羅特尼斯島嘅官方網站介紹，呢度湖水真係好鹹㗎。佢嘅鹹度係4倍於圍繞住呢個島嘅印度洋海水。島上有2個燈塔，呢個係位於中央嘅燈塔，1896年落成，高38米，係全澳洲第一個燈光轉動嘅燈塔。目前亦都係西澳省嘅登記文物。我哋由碼頭行到嚟呢一度咧，用咗2個鐘頭嘅時間。烈日之下做埋防曬保護都有啲吃力。嚟一次羅特尼斯島旅行嘅交通費咧都唔平㗎。由珀斯市中心購買即日來回嘅船飛，再加埋登島費在內，每人要港幣500幾蚊。